自从2024年1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善待社会的弱势者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埃及记22章第10到23章第9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人若偷牵牛也是羊，无论是掠去刣也是牵去卖，一只牛着赔5只，一只羊着赔4只。贼一定着赔偿，若无通赔，伊着卖身来赔伊偷的物件。伊所偷的牛、驴还是羊，若还活地，伊就着赔重赔。贼若伫暝时夜空偷摕，互人拄着，搁互人拍死，拍死人的无算有罪；若日头已经出，拍死人的就有罪。人放精生伫家己的园，也是葡萄园食草，若出在因食别人园里的物，着用家己园里也是葡萄园上好的出产赔偿。人若起火烧刺皮，炭到挂了的麦堆，也是还未挂的麦仔，也是田园，起火人一定着赔偿。人将银也是物件寄厝边保管，这物件伫保管的人因兜若着贼偷，贼仔若有掠着，贼仔着赔重赔。贼仔若无掠着，迄个互人徛的人着去审判官遐，证明伊无摕厝边的物件。关系侵占牛、驴、羊、衣服，也是看毋见物件的诉讼，若有人讲这是我的，煞引起纷争，双方着去审判官遐。审判官若裁决什人有罪，迄个人着重赔伊的厝边。人若将牛、羊、驴，也是别款精生寄厝边照顾，精生若死去，也是着伤，也是互人抢去，毋过无人看到。两个人着到上主面前就罪，受托的人表明伊无动到厝边的精生，原主就着接受，受托的人毋免赔。若确实知精生是互人偷牵去，受托的人着赔原主。若是互野兽拆喙，受托的人着带迄个尸体来做证据，伊就毋免赔。人甲厝边借精生去使用，精生若有受伤也是死去，原主无在场，借的人一定着赔。原主若有在场，借的人就毋免赔。若是租的，损失对租金拄。人若引诱还未订婚的处女甲伊做伙困，迄人着付聘金带伊做某。查某囡仔的老爸若坚持毋将伊嫁互迄个人，处女的聘金，迄个人着照纳。做翁姨的毋通互伊活，甲受交合的一定着互伊死。除了上主以外，搁甲别个神明献祭的人，着甲伊除灭。毋通欺负寄居的人，嘛毋通压制因，因为恁嘛捌寄居伫埃及。毋通歹款待孤儿寡妇。恁若真正歹款待因，因哀叫我一定会听因的哀叫。要对恁发大受气，用刀刣恁，互恁的某做寡妇，恁的囝儿做孤儿。恁若钱借互我的子民中间的散赤人，毋通亲像放内的人，甲因摕利息。恁若摕厝边的外炮做
底下，日落以前着行医。伊只有一领衫通冚，若无，伊要安怎困？伊若对我哀求，我要听，因为我是自卑的。毋通亵渎上帝，嘛毋通咒骂人民的领袖。你着将修成的五谷新油甲新酒奉献互上主，毋通延迟。你着将大囝献互我。头前生的牛甲羊嘛着照安尼做。出世了，通缀伊的某7日，第7日着归互我。恁着做我圣洁的子民。伫野外互野兽拆你的肉，你毋通食，着迄落狗食。毋通散布谣言，毋通甲歹人斗空做伪证，毋通缀多数人做歹。伫诉上毋通骗我大平，作证歪曲正直。伫诉上毋通骗他散车人。若拄着你的对敌的牛，也是驴迷路，一定着牵倒来交伊。若看到怨恨你的人的驴再伤重倒落去，毋通行开，着甲伊做伙将驴载的物件放落来。散车人的案件，你毋通歪曲正义，毋通诬告人。毋通害死无做甲正直的人，因为我一定袂甲歹人看做正直。毋通收贿赂，因为贿赂会互目金的人变做青面，阁会歪曲正直的人的证词。毋通压制寄居的人，因为恁捌寄居伫埃及。了解出外人的感受。生态社会的弱势者，上帝竞选是奇妙的，甲人的选择无共。当人伫买物件的时，拢是拣上好的。毋过，上帝竞选人成做伊的仆人的时，却往往毋是安尼。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，伊甲伊的某撒来无囝。伫世间人的眼中是无希望的家庭。上帝呼召摩西时，伊是一位对埃及逃亡到米甸的杀人犯。上帝伫西奈山甲以色列人立约，竞选以色列做伊的子民以前，因伫埃及是一阵受压迫的奴隶，生命任人宰割的乌合之众，无任何希望。上帝就是遮尔奇妙，竞选世间人看做无希望的，来成就伊拯救人类的计划。这阵乌合之众得到上帝拯救了后，并无一个手就变做是圣洁的国民和服侍上帝的祭司。要达到安尼的目标，必须经过上帝对因的操练。上帝伫西奈山赐下的律法，就是对以色列人上好的帮赞。今仔日的经文中强调对社会边缘人的关心，特别是对散车人、寡妇、孤儿和出外人的关心。上帝甲以色列人讲，因以前伫埃及，就是流落异乡、任人宰割的出外人。当因得要进入迦南地，建立新国度，开始新的生活，必须关心遮的出外人，因为因上无助、上需要人的照顾。而我也爱照顾散车人，体贴因生活的困难，因为安尼借钱互散车人的时，毋通算利息。因用底下来的衫，搁较着伫日落以前还互因，免得因暗暝得困袂烧落。
爱照顾孤儿和寡妇，因为伫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，孤儿寡妇学得通生存。上帝虽听这个弱势者受压迫的暗暝哭声，就亲像伊虽听以色列人伫埃及的哭声共款。因为安尼，上帝的子民必须照顾这个弱势者的需要。假使因做袂到，上帝就会惩罚因，互因的某诚侪寡妇，子女诚侪孤儿。为甚物爱关心弱势者？因为上帝的国度就是对卑微中建立起来。以色列人的起源拄是安尼。申命记26章1到11节记载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爱永远记得因家己出身卑微，因为上帝的怜悯拯救，通得进入迦南地流年甲蜜的应允之地。这已经成做以色列人代代传承的信仰传统。上帝的独生疼囝耶稣基督，道成做人来到世间，也是出身卑微，降生踮伫马槽。现今人要到伯利恒朝见耶稣的出生地，必须由一个细细的门进入。这门称作谦卑门。教会袂当忽略对社会弱势者的关心，因为当基督再临的时，要根据人是毋是善待社会的弱势者来进行审判。默想，伫生活的周遭，我看见倒一寡弱势者，我通为着因做甚物？伫生活的周遭，我看见倒一寡弱势者，我通为着因做甚物？咱来祈祷，慈悲的父上帝，感谢你使我生命富足，恳求你，互我成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，愿意分享所拥有的，互有需要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